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村柏玄學文王卦實例教學。早前有一位同學仔出於好奇就問咗一支卦，呢支卦都幾有趣嘅，我都希望可以透過呢一支卦同大家分享一下點從文王卦度睇到男定係女，所以就拎出嚟同大家分享。現時知道某位女士有咗 BB， 但對方又冇講 BB 係男定係女。呢位同學就想知道對方肚入面嘅 BB 係男定係女，咁就以文王卦嚟練習一下，睇下會唔會可以透過文王卦揾到答案。所以就占咗呢一支卦，大家又一齊研究下點睇呢支卦啦。呢支就係當時嘅卦，同平時一樣，我哋先揾用神。四爻五孫朱雀就係用神。之前教地支嘅時候就已經教過點樣分別陰陽。子寅辰午申戌就係陽地支，丑亥酉未至卯就係陰地支。我哋就可以從陰陽地支中睇得出呢個 BB 係男定係女。呢支卦五孫係陽地支，所以我哋就知道今次個 BB 係男性嚟嘅。睇完用神，我哋又睇下忌神。今次忌神於應爻理應唔太好，但今次呢支係六沖卦，由於五沖子，咁即係孫沖應爻父。忌神於應爻受傷冇力，咁代表結果順利生產嘅。不過應爻係六獸白虎，白虎受沖代表血光手術。一般如果問 BB 嘅事情，白虎受沖都係代表開刀生產，所以我就估呢個 BB 係男仔，而且開刀出世嘅。一段時間之後，結果出嚟，今次呢位女子生嘅真係男仔，而且真係開刀出世嘅，同支卦嘅結果一樣。當然現代科技發達，當事人只要去醫院一驗就會知道係男定女。不過古時科技未有咁發達嘅時候，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方法揾到未出世嘅 BB 係男定係女。今次呢支卦用咗嘅方法有用神、忌神、六親、六獸、動爻、應爻、六沖同埋陰陽等等。好多時呢啲卦我都會喺課堂上分享，各位同學即使唔同班，但都會一齊研究唔同嘅卦。即使未有答案，都可以大家一齊分享下睇法。不過製作 YouTube 就需要花更多嘅時間，咁就唔可以全部嘅卦都可以即時分享。如果有興趣學習文王卦嘅朋友，都可以查詢課程。當遇到有趣嘅卦時，就可以即時一齊討論。如果大家對任何嘅卦有任何嘅興趣，都可以留言話我知。等下次再遇到，又或者我揾到有關嘅題目，我都可以製作俾大家分享。今次就分享到呢度，下次再同大家分享有趣嘅卦例啦。